師傅有啲唔同。知道嘅。佢係自己執過嘅。我哋有10節當中咧對稱嘅，左右對稱。咁啊，我自己覺得啦，頭嗰4節係單手對單手，你對手一隻手嚟，我一隻手接。第6節第5、6、7、8、9、10咧，就係對方2隻手嚟打你，你2個手去接，所以有所謂圈手、捆手、監手嘅出現啦。好，嚟咁我咧由第1次開始打起，咁啊我哋咧先擺個裝手，掂裝頭落翻嚟擺呢個文手裝，標打立綁錯手攤打，嗱呢個監捆攤打，再一監一圈，正掌打面，接落嚟開頭。好啦，第2下咧左右複式對稱就右手標手啦，嗱標打掌立餅。綁錯手攤打，一監一捆轉過嚟監打攤，呢個底掌雙手。好，第3節拍，左右拍完斬頸封，呢個窒手斬頸封個場，雙擲雙頭。好，第4節詠春第1腳綁雞綁，一揸一腳綁。呢個一腳調音腳，好，呢個第4節打完，雙頭。好，第5節圈手抱拳，1、2、3，正掌打面，跌落嚟拖一拖，再抱拳，呢邊入，呢邊休1、2、3底掌，索翻上嚟拖一拖。第3節一拋雙底雙面，呢個打眼手，跌落嚟拖一拖。好，跟住第6節捆1、2、3，綁錯手立頸斬頸，封面；綁錯手嚟呢個立手斬頸，封面。加圈，正掌打面，跌落嚟拖一拖。好啦，呢個咧就係抱牌掌，1、2、3，扣手睇掌，捆手，正身抱牌，上馬抱牌，加正身抱牌，綁錯手入馬拍手睇掌。行翻出嚟一監，一圈底掌，索翻上嚟一托。好，打完左打右啊，右手1、2、3扣手，捆正身抱牌，綁錯手入馬上馬抱牌，監正身抱牌，綁錯手入馬拍手底掌，行翻出嚟一監，一圈正掌打面。嗱，打咗8節啦，第9節3腳左右6腳，標撳。一腳，2腳，掃3腳，一監，一圈，正掌打面，跌落嚟打。好，跟住咧就到呢隻手啦，一標一撳，呢邊攤白，一打，一腳一揼，一掃，一監，一圈，底掌。好，最後一節監手一抱拳，呢一落監1、2、3穿腳，監。圈，正掌打面對落嚟講台。好，再加呢邊1、2、3穿腳，穿手打腳。好，最後一下啦，收翻嚟，攞雙手，好啦，完啦。嗱，咁啊，大家俾個禮。